大湾灵霄宝殿武龙宫伫每当农历春节期间，拢会办理一系列庆祝活动。今年适逢台南400圣典，庙方配合市府特别规划出超平安钟的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参与，同时嘛当向玉皇上帝祈求平安福气。咱特别配合这个市政府台南400年啊，所以咱这个按拄农历正月初95，咱会在咱的天公坛头前遮设一个平安的发财钟，当然啦，这个下午时啊9点，这意味着人讲的，这个大年初一嘛，敲个平安钟，会当人主打天庭啊。咱的玉皇上帝在天庭小宝殿，在相当的适合。当然啦，向着咱玉皇大天尊来做一个禀报安尼，当然啦，做一个祈愿，会当人在金龙年啊，大吉大利啊，好运连连。除了敲平安钟，伫初一到15，庙方嘛有准备了平安卤面、平安圆，请信众吃平安。农历正月初9、15，拢有准备这个平安卤面，个红圆，每一位食平安、甜福寿安尼。照往年同款，拢有着这个点光明灯、文昌灯、财神灯、太岁灯，都点斗灯。今年特别有主角这个咱这个5套的这个纪念金币。应用龙年到来，庙方特别制作了镀金的金龙甲金币，民众只要拔出一个圣杯，就当用工本费将金龙或者是金币带回去厝。主委王大明欢迎全国信众做伙来到凌霄宝殿武龙宫行村拜拜求好运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